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共读诗篇第92篇，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诗篇第92篇，安息日的诗歌。上主啊，阮感谢你，至高者，唱歌称赞你的名，实在真好。阮早起时抱拥你的慈爱，下暗时抱拥你的信息，弹10条弦的楔琴，用乐器美妙的声音伴奏。上主啊，你用你的作为，互我欢喜。我要因为你的手的所做，唱歌快乐。上主啊，你的作为遐尼伟大，你的意念遐尼深奥，无知识的人袂了解，愚戆的人嘛袂明白。歹人亲像草无生，做歹的人虽然兴旺，一定拢会灭亡。总是上主你至尊，永远掌权。上主啊，你的对敌一定灭亡。所有做歹的人拢会受拍散，总是你有加添我的气力，互我亲像野牛遐尼勇壮，因为你有用新的油倒伫我身上，我亲目看到我的对敌受报应，亲耳听到攻击我的歹人受刑罚，义人的兴旺亲像樟树，会生长亲像黎巴嫩的碧香树。这个树栽伫上主的殿，伫咱上帝的殿内茂盛。树老的时，也会结果子，结真多熟青翠。这显示上主公正，拢无不义，伊是保护我的石盘。今天这首诗篇92篇，标题写安息日的诗歌。那这首诗篇是除了用在安息日同时也是诗篇当中唯一一首专属 for 安息日的诗歌。安息日是从星期五的太阳下山到星期六的太阳下山这24小时被设立为安息日。那早先安息日是不可以做任何工，是要使人歇息。那但是在利未记23章第3节提到这个安息日要到盛会，所以安息日也有敬拜的目的在这里面。所以在安息日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要与神更加的亲密。那诗篇92篇是这首诗的背景，有可能是在列王记下的第19章，也就是在主前的710年，亚述军队来包围南国犹大直攻耶路撒冷城。那西拿基立来向西西家的臣仆来呛虾，但是上帝出手来搭救，来让这个西拿基立以及大军呢，在一夜之间一败涂地，然后呢回去也溃不成军，也再也没有机会来第二次攻打耶路撒冷锡安山，亚述这个国家就从地表上就灭亡到今天。所以在这个的背景当中，可能在诗篇除了92篇、93、94这连续的3篇呢，也都可能是同样的背景还有包括我们读到第3卷的第1首73篇，还有44篇，都很有可能是在这个背景当中来称赞上帝在他们国家最危险几乎要灭掉的时候，上帝的搭救。今天这首诗篇有3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1到4节，讲到所有人都应当要不断的颂赞神。第1节，这是多么好啊！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琴优雅的声音。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使我高兴，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这是多么好啊！好可以说睡啊！好，这首诗一开始就是这样子的，表达出一个美好的事情。什么事情这么好呢？就是能够称谢神、歌颂神。为什么要称谢？为什么要歌颂呢？因为上帝的慈爱、上帝的信实，日日夜夜、早晨黄昏，都要不断的来称颂。那诗篇100篇第5节也是同样的也是同样的诉说，所以这是一个诗人的见证和感恩。好，因为他看到上帝的公义，而用十弦的乐器和瑟。十弦的乐器呢，出现在诗篇33篇第2节、92篇第3节，
还有144篇的第9节。好，那这十弦的乐器呢，可以追溯到主前3000年，甚至比这个摩西还要久，还要早，亚伯拉罕还要早。好，所以早早就有这样的十弦的乐器，能够弹奏优雅的琴声。好，那优雅的琴声，它的意思是洪亮的音乐啊，就是要大声的，好让人听得见的，好称颂神他的慈爱，还有信实的作为。所以第4节说：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使我高兴，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所以你的作为，你的工作，好是这首诗好它的主题。虽然没有说到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如果是在列王记下的19章，那真的是感谢神，上帝来搭救整个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所以神要不断称颂，连安息日也要称颂。第二段是从第5节到第9节，讲到了恶人、罪人或是邪恶的人，他们因为不知道神的作为，也不明白神的心思意念而灭亡。第5节，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深处一般的人不晓得，愚昧人也不明白。恶人虽茂盛如草，作恶的人虽全都兴旺，他们却要灭亡，直到永远。耶和华，唯有你是至高，直到永远。耶和华，看哪，你的仇敌，看哪，你的仇敌都要灭亡，作恶的全都要离散。所以对照希拿基利的大军，他们怎么样子来亵渎神、咒骂神的百姓，然后轻看轻视，甚至要来围困、来赶尽杀绝。但是呢，他们却不明白神的作为。神你的工作，是拯救的工作，还有神你的心思，就是没有人能够明白。但是呢，其实那时候西西家非常害怕的时候，上帝已经透过先知以赛亚，把上帝的话、上帝的拯救已经预告出来。所以，其实上帝都有在筹划。好，这个心思的原文是筹划。好，现在中英本翻成你的意念多么深奥，这个深奥是畜生一般的人不能晓得。好，所以除了指这些亚述大军，也是指这些粗野的、愚昧的、不明白、没有去寻求神的，不能晓得、不能明白，以为胜利即将手到擒来，好，胜利即将到手。好，却没有想到一夜之间，好，这个大军就被灭掉185000人。第7节，恶人虽茂盛如草，作人全都兴旺，他们却要灭亡，直到永远。这么多的军队，这么多的敌人来围困，哪来这么多人？他们怎么生出来的？好像那个雨后春笋，好像那个路边的草丛，一下快速的生长，但是最后的结局却都是沉沦。第8节，耶和华，唯有你是至高，直到永远。所以地上的草、地上的恶人都要一起败光，但是只有神是在高处永远存在。所以这是多么美好的颂赞！最后一段第10节到第15节，第10节，你却高举了我的脚，如野牛的脚，我是被新油膏抹的。我的眼睛看见我的仇敌遭报，我的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一人要兴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发白的时候仍结果子，而且鲜美多汁。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所以诗人看见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工作，而高兴欢呼、赞美是何其的大，神的心思何其的深。那他知道恶人如何的衰败，那但是呢，义人怎么办呢？好，第10节，你却高举我的脚。好，这个脚呢，代表他的力量，甚至代表他对神的献祭。所以神悦纳他的献祭，像野牛的脚，就是现在这本翻成你使我像野牛一样强壮，指说义人的力量生生不息，恶人呢虽然茂盛如草，却灭亡到永远哦。所以上帝不断使他力上加力，那上帝呢让他像是被新油所膏抹的。
好，这个野牛的角呢，好，在圣经总共有出现9次，都在新约，包括约伯记、民数记、生命记、诗篇、以赛亚书。新油呢，所要表达的就是，是带来滋润，好，不是那个腐败的、腐臭的、腐烂的油，好，而是上帝的新油是带来滋润的，好，所以让它得力，让它得到滋润，好，所以现在中英本翻成赐给我无穷的福泽，福泽就是让它能够得到滋润。我的眼睛看见我的仇敌遭报，我的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所以他真的是亲眼看见啊，然后呢，真的是亲耳听到。所以昨天的诗篇91篇哦，也有提到，好说91篇的第8节，好这个虽有1000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所以这个诗篇92篇也是回应了91篇好的第8节，好，上帝是信实慈爱，所以要早晨传扬，每夜传扬，是多么美好的事。而义人呢，要兴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好，这跟前面恶人的杂草不一样。杂草长得很快，好，很茂盛，好，可是呢，太阳一出来，好，或是大水一淹没，好，这些草就腐烂。可是棕树也好，香柏树也好，长得很慢。好，棕树是在热带的气候，香柏树是在寒带的地方，好，那都生长得很慢。但是呢，艺人呢，好，却是有上帝的能力威严，所以这也指的是一个属灵成熟的人。他们13节像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望在我们神的院里。原来他们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威严，是因为他们不断的敬拜神、称谢神，早晚的传扬神的慈爱和信实，用乐器、歌声、洪亮的音乐来赞美神，为神的作为工作欢呼。所以他们不断在殿中，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好，重复的定睛在这些事上。虽然他们的进步或是他们的这个生长没有像杂草那么快，可是他们却能够持久，甚至直到他们发白的时候仍结果子，而且鲜美多汁。这一段的旧的和本是翻成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哦，满了枝浆而常发青。那现在和修本翻成仍结果子，鲜美多汁。现代中译本翻译年老之时仍然结出果实，枝叶茂盛，常绿不衰。现代台语秋老的时，要为结果子，结真多，显青翠。所以上帝好让艺人虽然长得慢，好像龟兔赛跑，乌龟走得慢，但是却能够到达终点，而且能够持久，活得更久。最后，这样子的作为呢，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公义，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所以这首诗篇，好，是一首安息日的诗篇。安息日除了什么工不可以做，不能做工，其实更重要的是要敬拜神，把这时间分别出来专属给神。而诗篇92篇也成为犹太人在安息日读的诗篇，好，这是专属安息日的诗篇。所以盼望我们透过今天的这一首诗篇，让我们有一个对神的颂赞。每当我们赞美神，每当我们在敬拜神，我们都要思想神的作为的美好，看见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的美善，也要看见这些作恶的人、不去敬拜神的人，他们不明白神的作为，就算他们当道得势，但是他们却要如草一样的灭亡，直到永远。而这些艺人虽然发旺很慢，生长很慢，但是只要在神的院、神的殿，神要使他们不断的成长，直到发白，而且能结果子，而且鲜美多汁。神是公义信实的，所以这首诗教导我们要用口来传扬，也教导我们要用心来遵从，还要用我们的生命长久在地上的生命、永久的生命来显明上帝他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磐石，他是公义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我们赞美你，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因为你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美的祝福，让我们在早晨传扬你的慈爱，
夜晚传颂你的信实，让我们借着乐器、借着诗歌、借着歌声来颂赞你的作为和你手的工作，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是何其的深，让我们不像恶人一样不明白也不晓得你的作为，而最终却至灭亡。让你高举我们的脚，如同野牛的脚，使我们得着能力，又用新油膏抹我们，让我们得到上帝的滋润，还有福泽，让我们可以看见神，你赏善罚恶，神，你要使义人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当我们每一天都在你的院里、殿里亲近你、敬拜你，领受你的恩惠，领受你的新油的浇灌，让我们直到我们年老的时候，仍然结出丰盛的果实，并且是鲜美多汁的果实，能够来荣耀你。我们今天是520是总统就职的纪念日，也求你祝福我们的国家元首都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能够成为义人，能够成为在神院中、神殿中发旺直到年老的义人。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大家平安。